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建馆100周年，博物馆的老员工甲当地时代特别到当地天后宫来做纪念茶，要来庆祝水稻博物馆100岁。 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过去是台南水稻提供市区生活用水，今麦迎接完工的100周年，官方特别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邀请本来伫水稻捌做过这老员工，以及山上这长辈，阮做伙来圣母的面头前，用迄个山上的王来献芳，做所谓山上水稻100年的王来茶。 这摆活动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讲，拢是真特别的经验，而且嘛真有意义。感觉真足趣味也够好，味道有够好，嘿，安尼暖哦，对身体安尼健康，足好，气味有够好啦。庙方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将纪念茶变作山上区的新特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